1936年，香港第一間華人健身房正式開幕，嗰陣叫鐵館。放工後，一班人過去舉鐵練肌肉。喺嗰個年代，健身仲係小圈子，傳統鐵館會採用師傅帶徒弟嘅模式，設備要自製，連舉鐵架都要自己焊，兩個車胎駁埋一齊就等於而家嘅槓鈴。環境仲滿布汗味，通風同清潔條件有限，所以大多數都係男士舉鐵，女性用家比較少。快轉到而家，健身已經係香港生活一部分，帶領呢個潮流嘅正係247 Fitness。佢哋係香港最大嘅連鎖健身中心，喺中環、旺角、銅鑼灣、荃灣、港九新界，區區都有。業務仲擴展到內地同海外市場，簡直係健身版嘅便利店。點解247 Fitness 可以做到香港龍頭？彈性合約，冇預繳費，冇黑 sell，按月收費就係咁簡單。我哋將gym房設備不斷升級，引進國際賽級嘅健身器材，成為業界之巔。同時標榜乾淨、舒適，將用戶體驗推到極致。仲247開放，無論凌晨2點定清晨6點，你想練就練，247永遠喺度等緊你。唔止健身，旗下美容品牌純 June 即將喺銅鑼灣開設第2間分店，令大家健康美貌同時兼備。247 Fitness 真係將健身變成香港人不可或缺嘅生活日常。無論你係新手定老手，247令健身變得更方便、更好玩，真正將健身文化推向大眾。所以，無論你想展開健身旅程，抑或自我提升，247 Fitness 係你最佳選擇。247 Fitness，Rewrite the Future。